歡迎嚟到無用學問研究所。呢度冇升職加薪嘅秘訣，冇投資理財嘅黃金法則，淨係有一堆你以為冇用，但又忍唔住想知嘅冷知識。因為我哋相信，知多啲雖然冇乜用，但夠晒爽。準備好未？開始啦！你有冇諗過，點解每次沖杯麵都係要等3分鐘？唔係2分鐘，唔係5分鐘，唔係睇你幾肚餓，偏偏就係3分鐘。點解會咁啱得咁巧，係3分鐘呢？其實呢個所謂3分鐘魔法，背後係有原因㗎。發明杯麵嘅就係日清食品創辦人安藤百福先生。當年佢喺開發即食杯麵嗰陣，試咗無數種時間，有短有長，最後定落嚟嘅就係3分鐘。點解？因為佢發現，當你等到第3分鐘左右，肚餓嘅感覺會突然飆升，係嗰種明明等緊嘢食，但又未食到嘅小小折磨。呢一種飢餓感就會將你對杯麵嘅渴望推到最頂峰。結果，當你終於揭開個蓋，啲熱氣一爆出嚟，香味飄出，嗰一下簡直係天堂級體驗。就好似你啱啱忍咗3年，終於食到燒肉嗰種爽。安藤百福話：等待3分鐘，唔止係等麵熟，係等味蕾熱身，準備迎接盛宴。所以話3分鐘唔止係技術數據，係心理學、味覺科學同人性研究嘅完美結合。有冇試過呢種情況？等咗1分幾鐘，已經好想食，心諗唔理啦，開咗佢啦。但啲麵仲係硬，味道又淡，你自己都知冇熟透嗰種唔滿足。所以話3分鐘真係啱啱好，係味道同口感嘅平衡點。當然啦，唔係所有泡麵都一定係3分鐘，細麵可能2分半鐘搞掂，厚身少少嘅拉麵要4分鐘，甚至5分鐘都有。但講到最經典、最普遍、最準嘅杯麵時間，3分鐘一定係黃金標準。心理學研究都支持呢個講法喎。原來等待本身會增加期待感，而期待感會放大我哋對食物嘅感受。等於你約人食飯，等咗成個鐘，食物一上台，無論好普通，你都會覺得超好味，就係咁神奇。所以下次你沖杯麵嗰陣，不如放下手機，靜靜咁等嗰3分鐘，當係儀式感咁去享受，唔止等麵熟，其實係等緊你嘅心情、味蕾、情緒一齊 ready 好去開 party。記住啦，杯麵之所以咁好食，有一半功勞唔係嚟自佢啲配料，而係嚟自你嘅期待。咁你呢？你有冇試過唔等足3分鐘就偷食？又或者等得太耐，結果啲麵變腍晒？留言話我哋知你嘅杯麵故事啦。記住like and share俾嗰啲成日唔守規矩、提早開蓋嘅朋友。下次見啦，記得等3分鐘係一種生活的浪漫。